多謝王府，列祖列宗，在天之靈庇佑，百川終於能夠洗脱塵冤，恢復齊家盛事。唯一遺憾嘅就係關師傅為咗救百川而壯烈犧牲。岳父，夫人已安全返到喬家，而阿津亦都夢熊有兆，將來能夠為喬家繼後香燈。妹妹唔玩嘅。老爺，高阿一定盡心盡力照顧家中。通常咧係啊，一個目標一個目標。咩嚟嘅？我哋以後一家人嚇，唔會再分開嘅。咩啊？係啊。呢個國家咩啊？啊？義和團以扶清滅洋口號起源於山東，聲勢日大，慈禧因列強阻止其廢黜光緒，竟妄想以義和團打擊洋人，改剿義為招撫，權民毆打洋人，焚燒教堂，有如燎原星火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光緒26年，即係公元1900年，慈禧太后喺5月25日向列強宣戰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澳組成8國聯軍，與大清展開激戰。7月20日，8國聯軍逼近北京，紫禁城內亂作一團，皇宮大臣四散。光緒6臣做咩嘢玩玩下眼痕啊？慈禧更如夢初醒，被逼含淚離京。聯軍圍攻紫禁城，兵臨城下，兩宮喬裝平民，倉皇出走。8國聯軍攻陷紫禁城，清軍難以抵禦。哎呦！聯軍長驅直進，大肆搜掠，殺人你啊又整到咁高啦！有如盜賊。宮中珍寶進入洋人手中。1900年9月15日，慈禧光緒逃離京城，日夜兼程，長途跋涉，風餐露宿，做乜嘢啊？飢寒交迫，有如又拗痕仔啦！向山西逃亡，美其名為西狩。咁高。